台南新老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李和明表示，腰椎疾病患者会随着年龄的增加、工作关系，或者是意外事故等，造成腰椎的变形，引起椎间盘的突出、腰椎脱位，或者是腰椎狭窄等症状。近年来有一种椎间盘的成型手术，甲过去腰椎的手术破坏性无同，尽量保留椎间盘的外壳。将坏死的椎间盘水来清除，然后搁再注入适当的骨水泥。椎间盘成型术的话，主要的话可以做在椎间盘突出、椎间盘的脱离啊，还有的话腰椎脱位另外的话还有我们椎间盘的退化都可以做。那他做的方式是以不破坏，就减少破坏，把里面椎间盘里面那个坏掉那个椎间盘髓，把它去除掉，那再灌注骨水泥，补足它的空间，让我们的椎间盘尽量能恢复它原本的形状。这样的话，对于病人的负重的话，会有比较大的帮助。医师表示，这种椎间盘的成型手术，因为破坏小，而且还可用矫正脱位的状况。不但会用减轻手术后的痛痛，而且还可用恢复腰椎的承重力。但因为手术的费用，除了气球撑开器需要自费，其他拢有健保的给付，大大减少病人甲家属的负担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